12名賽車選手參加比賽，已知所有人的成績都不相同，而且瑪利亞嘅成績係比 Cooper 好嘅。前3名嘅排列總共有幾多個組合呢？好啦，我哋首先要揾出所有嘅組合係幾多。我哋擺出前3名嘅可能性。排第1名衝線嘅，我哋有12個人。好啦，一個人衝線之後，第2名得返11個人揀。最後第3名有2個人衝線之後得返10個人揀。所以所有嘅組合就會係1320。但係我哋知道咗瑪利亞嘅成績係好啲嘅喎，所以我哋係需要減走一啲嘢喎。減走瑪利亞輸咗嘅項目啦。咁我哋睇到 Cooper 如果排第1、排第2、排第3，而瑪利亞係輸咗嘅，瑪利亞係輸咗。我哋睇一睇先。Cooper 排第1，即係第1名嘅可能性只有 Cooper 一個。瑪利亞要輸嘅，所以就會連同後邊嘅所有人，即係11個人同10個人排列。好 ，Cooper 排第2，第2名只有 Cooper 一個人，而瑪利亞要輸俾佢，即係只有10個人係有機會贏到 Cooper 嘅。而後邊喺第1、第2名衝線之後，都係得返10個可能性可以擺。Cooper 排第3，而瑪利亞要輸俾佢，一定要喺後邊。所以第1名衝線嘅冇咗2個選擇，得返10個，同埋小麥第1名得返9個，得出嚟110、190。我哋唔要呢3個選項嘅時候，答案得返1020個組合係瑪利亞嘅成績較 Cooper 好嘅。學識咗有冇發覺數學其實可以好簡單呢？